今日我哋就會行市區中級路線，依家出發。大家好，早晨。今日嘅目標就會行九肚山。首先，大家用知道方法搭地鐵咧，就嚟到火炭站 C 出口度出發。咁依家就沿住呢一條路就開始我哋嘅行程。我哋喺 C 出口轉咗，就繼續沿住樂順徑一直行。我哋沿住樂順徑一直行，途中需要過對面馬路，然後繼續沿樂順徑行。喺樂順徑過對面馬路行過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右，就沿住隔音屏後邊嗰條路就繼續出發。沿石屎路行過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靠咗，就繼續沿樓梯行上去。沿樓梯行上嚟，我哋依家就繼續沿住綠色欄杆嘅樓梯行。沿樓梯上嚟，前面就係馬料村，依家就佢側邊嗰條路就會上去九肚山山頂。由於呢一度就係灰龍嚟嘅，前面嘅路就有好多分支，咁大家要小心路況。咁我依家就沿藍色絲帶嗰條路就上去九肚山山頂。沿路行咗30米度，又嚟到另一個三岔路口，大家留意前面嘅絲帶信號。咁我依家就中路就繼續上去九肚山山頂。大家望下後邊嗰度係邊度嚟啊？開估啦，後邊嗰度咧就係九肚山山頂啦。由頭先火炭站個起點行咗50分鐘度咧，就嚟到呢一個標高柱。呢支標高柱係高達160米海拔。依家就繼續行，就繼續上去九肚山山頂。呢條山徑行上嚟，嚟到呢個小平原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，就可以嚟呢度打拍相。依家咧就腳轉右，就繼續沿藍色絲帶，就一路上去九肚山山頂。
好，我哋就嚟到九肚山山頂，九肚山高達399米。我坐緊嗰啲咧就係九肚山標高柱啦。依家就繼續行，就繼續沿火炭方向行。好多灰路，請大家注意，依家就沿橙色絲帶就繼續往火炭方向行。沿山徑行過嚟，橫過大草地，前面去大埔滘。依家咧就去靠左就去姚斗坪。沿一條比較斜同崎嶇嘅山路落嚟，嚟到分岔路，右邊去荷瀝杯，依家就轉左就去落返去姚斗坪。沿石屎路行過嚟，就經過姚斗坪村，依家就繼續沿石屎路，就繼續出返去火炭。石屎路行過嚟，就嚟到桂地新村，依家就行出去就去桂地街。石屎樓梯行落嚟，掠過晉陽村外圍，依家就繼續行，就繼續出火炭站，結束我哋今日行程。好，我哋咧就嚟到火炭站 D 出口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8.5公里，需時4小時。依家去食嘢，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，費事講再見。請大家記得訂留就分享，拜拜。位於火炭嘅九肚山，高達399米。佢山徑比較茂密，路向模糊，必須小心留意。最好揾一個有經驗嘅人士帶領，多睇地圖，確定路向。沿路行過嚟，橫過大草地，依家咧就靠咗。就落返去姚柱亭，前面咧就去大埔滘。
頭先就沿住，我哋頭先就沿住呢條石屎路行過嚟，嚟到貴國新村。cut 咗。我哋咧就行嚟到火炭站。啦。